为了要减少柴油车的污染，环境部补助车主，甲旧车的燃油控制系统换新的，上无会当改善5成以上的污染物。不过目前旧柴油车有申请换系统的，干那2成，所以环境部决定要甲补助延长到明年底。要减少高污染的柴油车伫路上拍拍走，过去环保署推出老车汰旧换新的补贴，成功予193期的老旧柴油车为144000外台降到75000台，减少将近5成。为着要予这个咧上路的老车会当继续减少污染，环境部决定甲燃油调收控制系统的补贴延长到明年。经过调修之后，我们有做监控，大概粒状污染物就可以降了大概50%，空污的这一个排放量能够降到最低。要予老车全面退场并不简单，定会当透过补助老车的车主去调收车辆，设法予污染减量。环境部表示，嘛是希望年限已经到的车主会当汰换掉。目前已经申请调收补助的老车，占整体老车的2成左右，民间是乐见延长补助。他要拆掉拆掉的，甚至说他也顺便把其他的话也要修理啊，所以大概都要花1天到2天的时间了。要有萝卜嘛，要有棒子。环境部嘛规划为明年开始推动高污染柴油汽车排气定期检验，将来予民众检举的木材仔车或者是路边拦查无合格的柴油车，这高污染车辆必须要连续2年进行定检，嘛要连续2年检测拢合格，第3年开始才会当唔免搁检。记者林志坚台北报道。